各位觀眾，你哋有冇諗過中藥竟然可以幫到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？今日我哋要分享一個真實案例。一位7旬老翁血糖值高達300，經過3個月中藥治療，成功降到正常值。中醫師仲推薦咗一款全家大細都啱食嘅藥膳，即刻睇落去。糖尿病喺香港同台灣都係10大死因之一，尤其係台灣，佢哋嘅糖尿病患病率仲高居第5位。糖尿病唔單止會引致血糖升高，仲會引發多種嚴重嘅併發症，例如心臟病、腦中風、慢性腎病變、糖尿病足、視網膜病變同神經病變等。嚴重嘅話，甚至會危及性命。所以糖尿病絕對係一個不容忽視嘅健康議題。好多糖尿病患者都唔想長期依賴西藥，因為西藥可能會帶嚟副作用。而且單靠飲食控制又難以穩定血糖。其實中藥喺降血糖方面都有唔錯嘅效果，不過中藥嘅藥性屬性各有不同，必須根據個人體質嚟辨證用藥。所以如果想用中藥治療糖尿病，一定要尋求專業中醫師嘅意見，避免適得其反。最近台北出現一個成功案例。一位7旬老翁患有第2型糖尿病多年，一直口服降血糖藥，但係近期血糖控制開始唔穩定，糖化血色素不斷上升，空腹飯前血糖高達200-300。西醫建議佢打胰島素，但老翁唔想打針，於是轉向中醫求診。經過3個月中藥治療之後，佢嘅糖化血色素穩定下降。飯前血糖降到100左右，已經唔需要打針。現時喺門診穩定治療中。中醫認為糖尿病屬於消渴嘅範疇，典型症狀係3多1少，多飲、多食、多尿同體重減少。糖尿病嘅成因主要係先天遺傳，加上飲食唔節制、喜食肥甘厚膩、勞累過度，以及壓力同精神過度緊張等因素，導致臟腑陰虛燥熱，主要影響肺、脾、腎3個內臟。治療方面，中醫以清熱潤燥、養陰生津為主。研究證實，好多中藥材都有降血糖嘅功效，例如山藥、黃芪、麥門冬、茯苓、枸杞、何首烏、慈實、葛根等。不過，由於每種藥材嘅藥性屬性唔同，必須根據個人體質嚟辨證用藥，所以使用中藥治療糖尿病嘅時候，一定要尋求專業中醫師嘅意見。除咗中藥治療，糖尿病患者嘅日常保健都好重要。以下係幾個日常保健方法：飲食均衡，定時定量，多選用高纖食物，少食含精製糖、脂肪高、熱量較高嘅食物。水果則選擇低 GI、升糖指數嘅水果，例如蘋果、番石榴、橙、櫻桃、葡萄等。規律運動，對於第2型糖尿病，運動可以提升胰島素敏感度同埋利用，從而降低血糖，同時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。減重，過度肥胖者需要減重，體重下降有助於控制糖尿病病情。避免過度勞累，唔好熬夜，忌過量飲酒。穴位保健，常見穴位如合谷、足三里、三陰交、太溪，每個穴位按摩5分鐘。若果無不適，則可多按摩幾次，早晚各按摩1次。醫師推薦糖尿病患者可以食用4神排骨湯嚟調理身體。4神湯由山藥、茯苓、慈實、蓮子4種藥材組成，藥性溫和，具有平補脾胃嘅功能。研究證實，呢4種藥材都有降低血糖嘅功效，而且適合虛寒、燥熱等各種體質，係一款適合全家大小食用嘅藥膳。山藥健脾養胃、補肺益腎，仲可以滋養肌膚、健腦增記憶，係藥食兩用嘅佳品。茯苓健脾利水滲濕，仲有消水腫嘅功效。慈實補益脾腎，仲有收斂功效，
可以治療腎虛不固嘅遺尿、頻尿等。蓮子補益脾腎，仲可以清心火，改善深蓋失眠、心煩多夢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更了解糖尿病嘅中醫治療方法。如果你或者身邊嘅人有類似嘅健康問題，不妨考慮下中藥治療。當然一定要尋求專業中醫師嘅意見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獲取更多健康資訊。下次再見。